รายการต่อไปนี้เป็นรายการทั่วไปสามารถรับชมได้ทุกวัย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就是学校让我们来那个采访中国人，去做一个短视频，为了是期中考试的，就像就采访那个叫什么名字，或者来了我旅行吗？还是来做生意这一些的？我是来万象，想搞点事，找生意做。找生意做，我可能可以跟你们。我来这里看一下，你们也可以跟我什么这一些，好像现在拍抖音啊这一些，我是不会剪辑，但是抖音上是可以赚钱，而且前途，而且这个赚钱可能还可以。哦，那好，可以。那您是叫什么的？叫我季。哦，季哥。季哥，可以。请问你来老挝多久了？我来这里1个月了，1个多月。1个多月啊？你来工作吗？来准备找点生意或者什么事赚钱的生意做。你叫什么？你好。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鑫。对。你来老挝多久了？多久了是吧？我来老挝已经4个月了。4个月。你喜欢老挝菜吗？喜欢的。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烤猪排，然后还有那个猪排知道吗？还有你们那个吃木瓜，当马哄。对，比较有当地的特色。以前你在老挝，你那个来旅行或者来赚钱？我来这里旅行，对，今年是第1次过来。好的。那你觉得塔伦怎么样？塔伦的话，我觉得比较有那个比较复古吧。然后比较异域风情，对我们来说的话，对中国人来说的话，是一个文化属性很强的一个城市，对，然后到处都有很多庙宇，对，然后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旅行的一个好地方。好的，那我要问你在万县天气怎么样？我觉得这边天气挺好的。因为中国的话，它国土面积比较大，然后它春夏秋冬的话，四季比较分明。像在老挝这边的话，只有旱季跟雨季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它天气的话，就是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热一点吧，30度左右的天气。对。那你觉得老挝菜和中国菜怎么样？老挝菜的话，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广西跟广西、云南这边的菜的话，可能比较相似。云南菜可能比较相似吧，以酸辣甜为主。然后我们中国的话，其实因为我是浙江的，然后我们浙江人吃饭的话是以那个清淡口味，对，就是偏甜一点，不吃辣的。最后我要问你，老挝文化你看怎么样？老挝文化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法昂是你们第1个统一的一个郡主对吧？统一国家的一个郡主，对，大致了解了一下吧。然后塔伦那个法昂那个公园我也去看过，然后其他的话还没有太多的了解。好的，谢谢你。OK 了。